歡迎收睇《自創未來》。人工智能應用廣泛，唔少行業都已經用嚟提升競爭力。有大學研發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識別城市嘅光污染源頭。由創科公司就推出人工智能平台，可以調控商廈唔同嘅電子設備，節省整體能源消耗。我哋呢個計劃咧係用 AI 嘅技術，就盡希望睇到底燈光對我哋環境嘅影響。嗱，因為我哋有陣時咧喺身邊有唔同嘅燈啦，有啲係好重要嘅燈，有啲係街燈，我哋係需要嘅。但係亦都有好多可能係有裝飾性質嘅。香港璀璨嘅夜景舉世聞名，但太多嘅燈光都會造成光污染，帶嚟能源、健康同埋環境嘅問題。燈光嘅數量同埋亮度應該如何取捨，先可以達到平衡？而家暫時喺國際上咧係未有一個大家即係公認嘅數字，就係話你超過咗呢個數字咧就係光污染。有唔少嘅國家咧，咁佢會訂立咗唔同嘅燈光標準。不過呢個喺香港我哋暫時就未有做呢個方向。我哋想知道，到底嗰個光污染係幾嚴重呢？咁好多時可能都係靠我哋目測一啲主觀嘅感覺。咁我哋呢個計劃就希望可以提供到一個客觀有科學嘅方法咧，等大家都可以知道更加詳細了解到底自己身邊嘅環境個光污染有幾嚴重。佢哋收集咗2000至3000張香港夜景相，透過團隊研發嘅人工智能平台過濾拍攝技巧，例如曝光因素等，分析光源嘅種類同埋分佈，了解香港唔同區域嘅光污染問題。我哋但係都睇到好清晰咧，睇到嗰個香港嗰個燈光使用嘅情況咧，係嗰個差異可以好大。喺某一啲地區咧嗰個光污染嗰個量咧係非常之犀利，可以話係全球前列嘅。咁但係有啲地方咧，亦都係相對嚟講係唔係咁差。根據團隊初步嘅資料，香港光污染最嚴重嘅地區主要集中喺市中心，例如中環、銅鑼灣、旺角、尖沙咀等，對附近居民嘅影響比較大。香港嘅光污染情況咧係比較特殊嘅，即係嗰個變化種類好多㗎嚇，因為有啲而家亦都有好多新型嘅燈光設計啦，有啲係投射式㗎啦，有啲係一啲大型屏幕㗎啦，有啲係會閃嘅屏幕啦，有啲係喺上邊射翻落嚟嘅投射燈啦等等，光污染比較嚴重嘅咧都係一啲廣告招牌啦。咁佢哋有陣時用一啲 LED 大型屏幕啊等等，咁嗰啲嗰個光亮同埋佢佔嘅面積咧都係好大。基本上呢一張相咧，我哋可以分析到好多數據嘅，即係例如我哋發覺全香港維港兩岸咧，你見到其實光嘅來來去去都係得5個區議會選區。即係希望做啲嘢。團隊另一名成員指出，因為唔係所有光源都係光污染，要根據實際嘅環境去判斷，而人工智能嘅判斷能力係由光污染專家輸入嘅數據作為基礎，可以準確分辨係唔係光污染。我哋就用人工智能去盡量了解一張圖，究竟咩係光污染同咩唔係光污染。咁比較傳統嘅睇光污染嗰啲系統咧，就見到邊度有光，咁佢就可能係光污染啦。但係如果人工智能嘅話，佢就好似一個人咁嘅，究竟咩嘅物件先有可能係光污染，撐住人咁嘅光污染？所以人工智能都好似人咁去分析下，到底發生緊咩事先？嗰個物體係咩嚟嘅先？咁去決定到底係光污染呀，唔係光污染。呢個計劃都鼓勵市民可以用手機影相，上載去呢個人工智能平台，有助平台收集數據，又可以令社會更關注光污染嘅問題。我自己覺得啦，其實呢，一般市民見到光污染呢，其實係投訴無門。我哋做出嚟呢個平台呢，譬如我屋企對面撐住我，咁我就 upload 咗我張相上去個平台嗰度。咁如果
譬如即係18區每一區好多市民都將佢啲相放咗上嚟，又可以訓練我哋嘅 AI 模型。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我哋 AI 發現呢度有光污染，咁大家都知道，嗰度就係光污染，咁即係令到社會注意啊，即係政府啊、學術界啊，大家都注意啊。Dr. Poon 呢個 project 其實令到業界好快去 spot 到一啲例如光污染嘅光源，從而我哋可以喺例如一啲 improvement work 裏邊咧，可以做到一個研究去改善整體嘅環境。燈光設計師黃立仁係分析光污染人工智能平台嘅顧問，佢話燈光除咗有照明用途，仲有美化環境、營造氣氛等功能。相信呢個人工智能平台有助業界規劃燈光嘅運用，減少光污染對環境嘅影響。我就提供咗一啲專業嘅或者業內嘅意見啦、參考啦、規範啦，大家嘅需求同埋要求，令到佢更加完善佢嘅 program 啦。咁而我哋亦都喺度，大家一齊研究緊有啲用咩新嘅方法，從而減低呢個燈光污染。第一件事，個 AI program 已經係一個第一步啦。咁第二步其實有啲新嘅燈具係有大家一齊喺度諗過嘅。咁不過呢個都係要下一步啦。我哋呢個智能平台就好似一個建築物入邊嘅一個大腦，咁我哋通過 connect 就係將喺建築物裏邊嘅唔同嘅數據收集同埋整理啦。之後我哋去 manage 一啲數據啦，數碼化啦。最後我哋就將 AI 應用喺將呢啲數據應用喺 AI 上邊，係啦。咁我哋就通過呢個方法將 AI 帶入去呢個智慧建築。人工智能可以應用喺唔同嘅範疇，有創科公司推出人工智能平台，整合建築物唔同電子設備嘅數據，優化管理效率，打造智慧商廈。我哋成日 Ocean Intelligence 可以應用嘅範圍其實都好廣泛嘅，例如喺個我冷卻系統上邊，我哋點樣去收集佢哋嘅溫度啊？例如我哋喺啲電梯裏邊，我哋通過唔同嘅 sensors 去知道佢哋嘅一個耗損嘅情況啦。我哋通過去收集呢啲唔同嘅數據，另外就係譬如可能 CCTV 上邊可能generate一啲唔同嘅數據，我哋都可以通過去收集呢啲數據啦，再進行監察。人工智能平台可以分析歷史數據，預測未來嘅能源趨勢，再制定能源控制方案，俾管理者清晰了解建築物整體能源消耗佈局。團隊話，一般嘅商廈或者商場，冷氣嘅用電量佔整體多達6至7成。用人工智能平台後，用戶嘅冷氣費用可以慳多達3成。其實我哋喺個減排嗰方面，我哋通過利用呢啲喺個equipment 上面收集到嘅數據啦，另外再添加其可能一啲室外嘅溫度嘅設施，通過我哋呢個AI 嘅 models 去進行一啲進行佢哋分析啦，同埋過往一啲嘅historical 嘅 records 去幫我哋去預測究竟嚟緊喺呢個大廈裏邊嘅溫度嘅同埋佢嘅用電量嘅狀況會係點樣咧？令到我哋可以去進行一個optimize 嘅fine tuning on 呢個 equipment。工商大廈喺唔同嘅時段同埋天氣用電量都會有變化。佢哋嘅合作伙伴話，平台可以根據環境嘅變化，以人工智能制定最慳電嘅方案。傳統上咧，一個大廈入邊咧就有好多嘅冷氣系統嘅控制啦，譬如話溫度啊、濕度啊，或者係一啲流量嘅控制啦。咁呢啲控制咧，全部咧都係傳統上咧係靠經驗去設定嘅，即係譬如話你依家室溫係好多時都話24度，咁要慳電啲可以 set 做25度。咁但係其實呢個24度或者25度咧，係咪最慳電？係咪任何情況都係適合咧？其實唔係喎。如果話同一個位置有陣時有太陽，有陣時冇太陽，我哋有呢個新嘅數據入嚟，咁我哋可以做得更加精準，做得更加慳電，而又唔影響到嗰個客戶嗰個需求咯，係。
人工智能平台為建築管理帶嚟咗革命性嘅改變，將以往各自獨立運作嘅系統整合，為開創新嘅解決方案帶嚟更多可能性。團隊喺提升平台功能嘅同時，都特別關注系統嘅穩定性。我哋去管理呢啲大廈，最好就係尋日同今日一樣，唔會有新嘅問題出現。咁如果你話我哋而家因為同一時間要考慮慳電，亦都要考慮嗰個穩定性啦。咁我哋亦都花咗好多時間咧，去確保我哋嗰個系統咧係長時間運行都係穩定，唔會有問題嘅。經濟、政治、